你試過突然打冷震、毛管戙嗎？原來呢個身體反應係我哋遠古祖先留低嘅超能力。呢個看似簡單嘅現象，科學家稱之為立毛反射，背後有着幾百萬年嘅演化故事。當我哋感覺到寒冷或者恐懼嘅時候，皮膚下面嘅微小立毛肌就會收縮，佢哋附着喺每條毛髮嘅底部，一收縮，毛髮就自然會豎立起來，喺皮膚表面形成一點點嘅凸起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雞皮疙瘩。但係，點解我哋會有呢個反應呢？喺遠古時代，我哋嘅祖先身體上通常都有厚厚嘅毛髮，當佢哋感到寒冷，毛髮豎起可以增加皮膚表面嘅空氣層，形成一層天然嘅保溫層，就好似現代人着羽絨咁。而當佢哋遇到危險，例如面對猛獸或者敵人時，毛髮豎起可以令身體看起來更大，試圖嚇退對方。呢個係動物界常見嘅自衛本能。但係，隨住人類演化，毛髮逐漸稀少，呢個保溫同嚇敵嘅功能，對我哋嚟講已經冇乜實際作用。咁點解我哋仲會喺雞皮疙瘩？尤其係聽音樂、睇電影嗰陣，會有種感動到毛管戙嘅感覺？科學家認為，呢個可能係因為雞皮疙瘩同情緒反應之間存在着深層次嘅神經連接，即使功能不再，呢個原始反應仍然係我哋情感表達嘅一部分。下次你再喺雞皮疙瘩，不妨停一停，感受下呢個來自遠古嘅訊息。佢唔單止係一個身體反應，更係我哋同祖先，甚至同所有哺乳類動物共享嘅一段演化歷史。